主后2022年12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朝圣之道。圣经，咱来听读诗篇132篇到133篇。诗篇132篇，上主啊，大笔所受一切的苦难，求你会记得。伊安怎对上主咒詛，对雅各的带领者下愿？我一定袂入去我的厝，嘛袂上我的眠床。我袂互我的目睭困去，嘛袂容阮我的目睭皮合倚。听候我为着上主找着所在，为雅各的带领者找着徛起的所在。看，阮听见约柜伫以法他，伫雅尼的田找着。阮要入去上主徛起的所在，我要伫伊的骹踏椅前跪拜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你甲你有气力的约柜，做伙入去你休困的所在。愿你的祭司用公义做衫穿，愿你圣的子民出欢喜的声。求你因为你的奴仆大笔的缘故，毋通气杀你抹油竞选的君王。上主用信息对大笔立誓，一定袂改变，讲我要互你一个囝坐你的宝座。你的子孙若遵守我的约，甲我要互因的教示，因的子孙会永远坐你的宝座。因为上主有经释安做伊本身徛起的所在，讲这是我永远休困的所在，我要踮遮，因为是我所喜爱。我要互释安美娘丰盛，用食物互伊的散赤人狗仔通食。我要互伊的祭司用救恩做衫穿，伫圣的子民会出大欢喜的声。我要互大笔的王权扩展壮大，为着我抹油竞选的君王准备光灯。我要互伊的对敌用见笑做衫穿，总是王伫的王帽会发出光彩。诗篇133篇，遐日子要做伙徛起，偌啊尼啊好，偌啊尼啊欢喜。这通比平过去的油，添伫头壳顶，流到喙鬚，阿伦的喙鬚，搁流到伊的颔棍。这嘛通比平迄文山的露水落到锡安的山顶。伫遐上主有应允要赐福，赐永远的活命。以上。朝圣之道，真侪宗教拢有圣地，信徒也用会当去圣地朝圣做人生的目标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倒位是圣地呢？若是诗篇133篇讲，圣地并毋是某一个地点，是甲兄弟姊妹和睦徛起。诗人用两个美好的图像来描画。这个图像是阿伦受抹油做大祭司，神像会芳气，蒙主喜悦。阿伦只是以色列的一份子，却受抹油做大祭司。这职分是上帝所赐，伫献祭礼仪中，伊就是做上帝的代表。阿伦检采伫知识、能力、品格等等，甲其他人差不多。为什么人着特别尊重伊？无为别个，因为伊敬畏上帝，上帝赐予伊即个职分。和睦的生活就是人因为敬畏上帝，尊重伊所安排做伙生活的人。第二个美好图像是
翕文山的甘露降落伫锡安山。翕文山甲锡安山分别位伫以色列的北部和中南部，两者距离遥远。锡安山降雨量少，却袂欠水，原因是悬高耸的翕文山水汽丰沛，当积雪氧化，源源不绝的水顺势流落山。当透北风的时，丰沛的水汽飘向南方，互锡安山周围的土地得到滋润，农作物通得到生长。引申的意思是，咱应该纪念上帝借着别人帮助咱。换一句话讲，真正的美好，毋是单单关注伫个人的顺利，是会当带福气互别人，对别人有尊重、有祝福，佮常常纪念别人的付出。几年前，我带教会青少年去参加一个福音营，其中有一位辅导是来台湾读大学的中国青年。我真好奇问伊：你伫中国安怎信主的？伊讲，读中学以后，有一位音乐老师邀请伊去教会，当时伊好奇有去几若遍。有一遍和老师去教会的路中，伊大胆问老师讲：老师，你信耶稣，搁做老师，为甚物离婚？老师回答：因为我结婚后一直无法度生囝，大家袂当接受，就甲我赶走。虽然真痛苦，毋过我靠主，我还是有喜乐。这位中国学生当时体会到信仰的力量，了伊毋但信耶稣，搁较将老师看作是属灵的母亲。我伫营会观察到，这位中国学生真热切将信仰含疼分享予伊所带领的青少年。做一个台湾人，我其实一直甲中国看作是敌对的国家。我无想到，伫服侍教会囡仔的过程中，竟然会拄到一位中国青年用伊的信仰性命来栽培台湾囡仔。搁较想袂到，伫我眼中的德国，上帝早就准备一位敬虔的姊妹，借着伊所亚福音的种子来祝福咱台湾囡仔。迄边的营会，若像是上帝为我准备的圣地，互我体会到伫主内和睦的美好。默想对别人的尊重、感谢甲付出，毋但是礼貌，搁较是雕成之道。对别人的尊重、感谢甲付出，毋但是礼貌，搁较是雕成之道。做伙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借着团契生活，互我谈到永恒生命的美好滋味。求主也使用我，伫雕成的路上，有机会成做别人的甘露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